嚟到2026年，屬豬嘅朋友喺經過咗蛇年同太歲打交同大耗星嘅洗禮之後，進入咗馬年就重生啦，會慢慢轉好，工作同人際關係都好唔錯，係自我修復同重新出發嘅一年。今年我哋馬年會有2粒吉星照住，第一個係月德貴人星，呢個係一粒好有力嘅吉星，特別係喺工作上嘅合作夥伴或者係同事領導，分分鐘都係嚟為我哋加油助力嘅。咁我哋喺職場上就可以更加得心應手啦。係玉堂，代表可以為我哋嘅人際關係加分，即係個個見到你都特別順眼，笑容滿面。同樣可以令到我哋喺工作或者係生活嘅環境入邊待人接物更加順水。而單身嘅朋友呢，咁亦都可以留意下身邊優秀嘅異性，有機會慢慢發展下嘅喎。同時呢，我哋都會有3粒空星係要稍微注意一下。小耗雖然呢去年嘅大耗係走咗，但係今年依然都會有小耗星係需要我哋注意嘅，多少係影響我哋嘅健康同財運。但係相比起去年嘅影響就少好多啦。而我哋都唔能夠忽視自己嘅健康喎。立春之後就去體檢洗牙，安心過個好年。劫煞代表一啲計劃外嘅破財，記得咧朋友借錢或者係合夥創業都要識得拒絕。馬年好好照顧好自己先。死符對屋企長輩嘅健康略有影響，注意立春前後將屋企佈置好，咁就萬無一失啦。總嘅嚟講，馬年係屬豬嘅朋友穩打穩紮嘅一年。喺注意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嘅同時，應該好好經營好自己嘅圈子，把握好喺職場生活上面都人見人愛嘅磁場。創業同埋投資呢，可以先放一放，好好安穩度過馬年，咁就大吉大利啦。記得點讚關注哦。